剛得破繭而出的新生命。我們請莊牧師。親愛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請我佇一個新的節期開始，咱做伙進入到一個新的年、新的工作新的期待。咱今日要領受上帝話進前，咱閣是擺同心來祈禱。至聖的上帝，你是活命的主，你享受春天的雨水，你嘛吹起春天的雨，用春天的光，予人佇新春了後有一個新的活命。這個天地中間有真濟的五穀野地的花草，攏是佇這個季節的中間，不新意，不新芽來新的開始。至聖的上帝，求你甲阮做清氣的心，互阮內面有正直的心，互阮有你所享受換新的心情。主特別佇教會的節期，阮要做伙來思想，阮要怎樣來迎接主耶穌國我的活命。願望佇阮的人生中，願懇求你通過今仔日的禮拜，享受聖神的祝福，佇阮每一個兄弟姊妹的生命中，願佇你的面前，懇求主你的降臨，祈禱我靠耶穌基督的聖名，阿門。今仔日我要用一個大自然中間，咱真上有當時真蚵你看到的現象，叫做破繭而出、破繭來出而出的活命。這個成語其實是咧形容一個毛毛蟲，後來伊吐絲結爛，結爛了，結繭了後，伊休困一段時間，佇咧中間全然的脫胎換骨。有一日，這個毛毛蟲，伊當伊的生命長成了好勢了後，伊會加破迄個繭，然後伊就走出來。有的人真福氣好運。你若佇咧散步時，你看到花花草草中間，有當時你會當拄看到迄個毛毛，迄個拄對伊內底走出來，迄個蝴蝶其實開始準備要飛一禮拜前，莊悠悠伊到佇伊個工研院內底佇伊的這個飛行的迄個公司的這個飛行的中間，伊就看到一個繭然後一隻蝴蝶走出來。伊就用伊手機甲伊拍20-30秒的這個，安尼甲分享講，足歡喜會當看到一個蝴蝶安尼飛出來。兄弟姊妹，這個大自然現象其實佇咱的信仰上有足深的含義。牧師今仔日要甲咱分享，佇咱的信仰中間有兩個足要緊的節期，一個叫做抬槓節。抬槓節是用什麼做中心？耶穌的出世，天后主耶穌的降生，迄叫做聖誕節。所以抬槓節進前的4個禮拜，咱就進入聖誕節進前的4個禮拜，咱就進入抬槓節。所以抬槓節咱逐禮拜咧念哪條？迄是一個形式嗎？是講迄是一個宗教習慣？佇禮拜的禮儀頂懸。其實教會的節期常常攏有這種儀式，這個儀式上重要是幫助咱準備心佇每一個節期頭尾年頭年尾。攏有無共款來領受主耶穌佇咱生命中間的祝福，所以聖誕節是迎接耶穌基督的降生。但是佇年初咱有一個節期叫做國活節，大概會佇咱今年的4月。這個國活節受難週進前40日，禮拜日無算40日，所以足足有7個禮拜。咱家叫做大齋節。大齋節的意思就是我們迎接主耶穌伊國活的節。主耶穌的死甲國活2000年來佇教會的節期裡面，常常真濟真要緊的靈修，無論是個人，無論是信仰的團體，無論是教會，無論是修道院，這個四旬節叫做大齋節，通常攏是佇基督徒的靈修的中間咧思考講，主耶穌你啥來較疼我遮深。所以你姊妹，今仔日我要甲咱分享這個大齋節這個節期這個大齋節的節期通常佇咱傳統的教會，咱有無算禮拜日有40日，所以加起來6、7、4、12，多40天的時間這本冊咱檢查，咱有的人可能多數人攏無這本冊。牧師一個感動，要對今仔日開始，牧師要教一個課程，就是咱佇查經班內底咧講耶穌的課堂。牧師希望佇咱對這個時陣到國活節進前，還有20幾天，
牧師將迄個連接檔，就是咱過去的查經班內底啊，佇耶穌的課堂上啊，佇這個20幾天，連會當逐日家己讀一篇，啊聽一篇，看一個講義，啊然後聽一篇迄個上冊的課程。咱會當甲耶穌佇這20幾天每一天的靈修，咱來問咱的主耶穌講：主耶穌，我要怎樣才會通親像你？主耶穌，我著愛安怎做，我才會通親像你？破繭而出，兄弟姊妹啊，這個繭叫做繭，破繭而出的新的畫面。願天父上帝甲咱撒卡地地佇今仔這個禮拜，咱的生命會當享受這種的改變的歡喜。咱初也未信主之前，還是講咱少年人，咱會感覺咱是醜小鴨，咱的人生進入毛毛蟲。但是求上帝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咱的人生有享受到生命改變的無同款。你會感覺你細漢的時候親像醜小鴨，你細漢的親像一個毛毛蟲，又醜陋，又寒慢。但是求天父上帝，因為主耶穌基督榮耀的陽光，互咱佇伊的生命中間得到改變。所以，聖經中間真正有一個字叫做破繭而出，伊希臘語叫做 metamorphosis 這個字，這個字就是脫胎換骨的意思。但是牧師會甲咱分享到這個字，這個字出現佇幾個所在，第一個所在是耶穌基督山上，不是山上變貌。佇馬太福音17章有咧講起，耶穌佇伊要釘十字架進前，捌帶伊的學生進入迄個這個祈禱的中間，然後帶去山頂，佇迄個靈修中間，突然耶穌落來，伊的所有的門徒看到耶穌面會改變，光熢熢，迄個字就是這個字 ，metamorphosis 這個字。這個字嘛，互保羅甲伊放佇伊的羅馬書12章第2節。伊講：你唔通佇這個世俗的世間學習，這個世界的世俗化，恁都愛心意更新而變化。伊咧講，伊個變化就是這個字，變化就是咱佇漢字的一個成語叫做蝶化蛻變，就是親像毛毛蟲伊家己吐絲，然後伊結一個根，甲家己包起來。佇聖經中間有真濟這種的故事，包括以利亞佇崩坑，以利亞佇崩坑的內底滅去，就驚去滅個崩坑來。耶穌甲伊講：你出來，伊對伊個崩坑出來，就親像脫胎換骨。閣有，就親像用那3天佇鯨魚大魚的腹肚內底，伊3天嘛親像伊，就是佇伊的屬靈的子宮，佇伊個中間脫胎換骨。閣有一個真要緊，就是今仔日牧師要甲咱講的，一個抬槓這個主題，耶穌死埋葬落陰府，第3日過活。所以兄弟姊妹，咱的生命嘛常常是安尼，甲耶穌同定佇十字架頂懸，埋葬就你的習慣、你的想法、你的委屈、你的情緒，願天父上帝幫助咱，會當甲耶穌同定佇十字架頂懸。咱佇今仔日個禮拜會記得甲耶穌討，主，我的生命換新。也這新年咱攏會想要買新衫，穿水水，家己嘛心曠神怡。兄弟姊妹，閣有一種的水，就是主耶穌伊甲伊的陽光，甲伊國外畫面來點佇咱的內底。咱的生命、咱的想法、咱的態度、咱的情緒，攏會改變。願主佇今仔日個禮拜通過這個禮拜這個整個時間，無論是詩歌，無論是聽聖經的經文，無論是牧師聖經的分享，無論是聖神親自對你的應允，願主祝福咱兄弟姊妹，咱的生命攏換新，過的代志變成過去，一切攏換新。願咱佇上帝的面前，咱每一年，咱的教會雖然無用到40天，有的教會較長。特別像天主教啦是聖公會，因這種真注重教會祭祀的教會，因足足守40日。但是咱的教會其實，咱常常這種一禮拜，恁會記無？咱佇受難週的時，咱教會逐陰暗攏有祈禱會。兄弟姊妹，初代教會其實無遐爾長，初代教會可能2-3天，因就親像耶穌死埋葬落陰府，第3日過活。所以初的教會並無40天遮爾長，但是後來嘛愈來愈濟靈修的這個需要，靈修較無，人漸漸從3天變做1禮拜，然後變做40天。兄弟姊妹，靈修
不是用長短來靈修，是用你的態度跟你的心。我要邀請兄弟姊妹，靈修最重要的目的就是看見自己的軟正，看見自己的欠缺，然後安靜在迄個用甲賤有啥物無共款？賤就是迄個無活命外殼，用就是一隻通伊要變化進程，伊開始用一個屬靈的空間進入禮拜堂，也是講進入聖經的內底。原咱就今仔這個禮拜，咱會記得耶穌的空墳墓，佇歷代2000年對教會禮拜，迄個空空的耶穌的墓講，伊已經無佇遮。迄個故事開始就是婦人人佇國外的主日，雖然照着耶穌約束講我死3日要國外，但是門徒攏唔相信，這婦人人嘛唔相信講有可能有這種的代志發生，所以佇迄個禮拜日的清早，幾個婦人人因就走去耶穌的墓，佇遐要默想，佇遐要懷念，要紀念因的主耶穌。無拍算當因到着迄個墓呢，因原來咧行的時陣，佫想着講慘啊！到迄個墓裡，啥物人要幫咱？咱甲迄個猶太人的墓吼，毋是像咱是土葬，伊是葬佇迄個石頭刻的迄個石窟的內底。所以迄個石窟的內底，常常外口有一塊大塊石圓的，甲伊捻來甲伊動的。這姊妹咧問講，當咱若到墓地時，啥物人要甲咱鬥相共？甲咱的墓石刷開，互咱進去看。去望咱耶穌基督的身軀，因為耶穌埋葬的時陣，有香膏用白布給包起來，用迄個膏油真香的那搭香油給抹，所以迄是一種的真尊貴的一個儀式。無拍算因到迄個所在時陣，照着聖經福音書甲咱記載講，內底空空。當因伫遐真疑惑的時，天使甲因講：婦人人，你啥時候佇這個所在？找活人，主耶穌已經過活，親愛的姊妹，所以對迄個時陣開始，這種的圖像就正做咱靈修的一真要緊，咱叫做安靜得力，重新得力的一種的靈修。原咱紀念耶穌基督大齋節，紀念伊的啥？紀念伊的釘十字架死埋葬，落陰府第3日過活，後來就天。所以，弟兄姊妹，站，一日的故事，一日的過程，攏咧互咱回想耶穌伊在生時留什麼種的模樣，互咱佇咱的生命中間。所以大齋節常常是攏掀開聖經，讀耶穌進入這個耶路撒冷，咱叫做這個棕樹節，有無？耶穌要進入要最後受難週的時候，咱就是叫做棕樹主日，就是佇過這進前的迄個禮拜日。所以今麥有真濟教會，嘛有迄個象徵性，咱買布地，用迄種的野棗樹的樹葉布地的教會進入宮門，大家跳舞歡喜吟詩，入去親像耶路撒冷同款。原來佇今仔日的禮拜，兄弟姊妹，大齋節上要緊的一開始是對遮開始。保羅講：我已經甲耶穌同釘佇十字架。咱信主了後，咱來放落真濟。會舊的活命，因為新酒都愛放佇新配料。所以甲耶穌同釘十字架的意思就是講，我舊的習慣，我舊的脾氣，我舊的個性，我的軟弱。牧師捌甲恁分享講，我少年的時陣其實是一個脾氣來得快，去得快的少年囡仔，真容易情緒就壓起來，嘛真容易就受氣。對家己的脾氣無容易控制。牧師真有一句話，真合理化家己的。伊講：人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你捌聽過這句話無？這是我的個性啊。牛牽到北京嘛是牛啊。我敢有遐爾容易就改變我家己的習慣？佇幾十年的信仰的歷程過程，我發現我有變，毋是因為我年紀大體力歹較袂曉發脾氣。兄弟姊妹，有的老人嘛，做較發脾氣，有無？人較袂發脾氣，較溫柔，較平靜，並毋是因為咱年紀的改變，所以人的改變是因為上帝聖神入咱的生命中。你要發現，佇人袂話，但是佇上帝，凡事攏會
親愛的姊妹，你願意成做一個榮耀的基督徒，代表耶穌基督見證給你身邊人看嗎？你願意嗎？原來在這個大齋節，每一年的大齋節，咱攏甲主耶穌講，讓我每一年都有進步，讓我每一年都有成長。特別在這個主耶穌基督給我見證，讓我默想我怎樣甲我的主耶穌，將我舊的個性，將我舊的想法，將我舊的脾氣，將我舊的這個態度，若是無照聖經的教示，主，我將伊甲你同定的十字架頂懸，然後我用信心宣告講，今仔日的我不擱再是我，今仔日活佇上帝的面前的我，是因為耶穌基督踮佇我內面的我。現在你思想這句話重要。耶穌踮佇你內面的我，是代表什麼意思？主啊，我無能為力。你若踮佇我的內底，我就有能力。你會記得耶穌佇約翰福音內底講，我是葡萄樹，你是葡萄枝，你會記無？原來佇主的面前，咱甲主禱講，主耶穌求你踮佇我的活命中間，今仔日你踮佇我的活命，佇我的軟弱，佇我的軟弱，佇我的世俗，佇我的脾氣，佇我的這個血氣，主耶穌若你若來，我就離開；聖神若來，人就得自由。兄弟姊妹，做基督徒無借口，好不好？對今仔日開始，咱甲主講，主，既然我若要信，我相信毛毛蟲會當變做花蝴蝶。我相信這真歹看的毛毛蟲，伊嘛有一日會改變。主，你讓我佇大自然的中間看到這種的情景。主，你讓我用這種的情景，為着我的生命的改變來祈禱。我可能是只醜小鴨，但是就有一天，我可能會變成真水的天鵝。上帝所創造宇宙中間有真多生命的改變，攏咧甲咱啟示講，人若有上帝話命佇伊內底，伊的生命要改變。兄弟姊妹，牧師每一擺的講道攏期待聖經的分享會當帶予咱：第一有智慧，第二有敬畏上帝的心，有智慧甲上帝的心，咱的生命才有改變。願天父上帝幫助咱的教會，因為恁的改變，互咱厝邊看到德堂教會的改變。所以上，我相信德堂人有看到德堂教會這30幾年的改變。上界明顯就是咱對面，咱的好厝邊。印象上講，牧師，你還沒來進前，安怎？今麥你來了，哦，聖誕節安尼，夠水啦！恁教會閣展感開，吊甲規所在攏總迄個聖誕燈。兄弟姊妹，教會水毋是聖誕燈吊就會解決，教會水是有一陣真水的基督徒。教會水是有一陣，互主的榮耀帶佇咱的內底。牧師今日將這個字送予你。耶穌山上變貌，不是耶穌有可能。所有軍隊耶穌的人都要山上變貌，好嗎？好不好？願天父上帝祝福你，予你水，予你的囡仔看。你免勉強你的囡仔信耶穌。你若是花頭喜面，你若是因為有新的信仰，你的生命改變。我相信你的囡仔較鈍，伊嘛會改變。願天父上帝幫助咱佇今仔日的禮拜，毛毛蟲變蝴蝶。這個就是這個聖經牧師甲恁講，耶穌山上變貌迄個字，伊叫做 metamorphosis。metamorphosis 這個是 meta 就是改變 ，morphosis 就是新的形，改變。對舊的形變成新的形，對舊的畫面變成新的畫面。這個字牧師甲咱解說，出佇耶穌山上變貌，馬太福音第17章，佮有出佇羅馬書第12章的第2節。伊講，恁着愛佇心神換心來變化，佇心神換心來變化。心神換心是什麼？指什麼？佇你的思想啦，咱講正面思想，有正向的思考能力的人，心神換心來變化。迄個變化字叫做 metamorphosis 這個字。原來佇今仔日的禮拜，咱對聖神甲聖經來學習，什麼叫做蛻變？什麼叫做破繭？破這個這個用，破這個繭，用的字誒，台語讀音嘛是叫做用，破用而出，啊像破繭而出，意思是脫離迄個舊的束縛，
佇迄個舊的外殼、舊的習慣、舊的傳統，我若離開迄個繭吶，毛毛蟲來，迄個蝴蝶來離開迄個繭，繭內底是啥？什麼攏無，敢若剩一個空殼有無？但是咱佇手機頂間來看到一寡芽啊，伊走出來了，空一個湯包，單位叫做湯包啦。迄個湯包猶閣佇遐，伊是無活命的。舊的傳統、舊的習慣、舊的人的形，因為生命的改變，人就無閣再住佇迄個內底。願天父上帝甲咱三個地底蛻變。願今仔日牧師甲恁分享聖經內底耶穌以山上變貌。願天父上帝互咱所有兄弟姊妹，逐擺咱來做禮拜，咱離開教會時，咱攏帶着主的陽光。逐擺咱入這間教會，咱出面頭尾看到咱行出去，對今仔日開始到將來永遠，惡夢因無看到迄個犁頭頭犁安尼油頭革面的基督徒。願恁看到每一個來到這個所在做禮拜，離開聖殿的兄弟姊妹，咱因攏感覺。這個對因內面行出來的人攏春風滿面。願天父上帝幫助咱，春風滿面毋是一個形容詞，好無？願天父上帝祝福咱，春風滿面是一個把足。聖經講滿足的喜樂，詩篇16篇，兄弟姊妹，甲摕起來讀，心歡喜，心快樂，肉體安然行去。我要有滿足的喜樂，永遠的福氣，永遠的快樂。願天父上帝甲咱三個地底，佇今仔日個禮拜，你通放手佇你的心，你講主啊，這個孤單，這個鬱卒，這個煩惱，這個熬看路的這個心頭，對今仔日開始，主耶穌充滿我，充滿我，充滿我。這禮拜有一個姊妹，中央對台中車客靈車，因為年紀真大，所以伊無法度開車，伊就車警車對台中來找我。來找教會，因為聽講佇德堂有一個教會，有一個牧師愛聽講道，伊希望伊心內有一寡鬱卒的話，伊會當找一個牧師聽伊講看覓。伊毋是要叫牧師甲伊評評理啦，其實是伊講咧。伊問牧師講，有時我足想講，我嘛無愛安尼啊，但是牧師我要安怎做？我都是教伊一種祈禱叫做開門禱告，一種叫做關門禱告。開門禱告就是講，當我將我的心門向上帝拍開，主的春光、主的聖神就入我的內面，遐垃圾就離開，黑暗就離開，這叫做拍門。開門迎虎，你捌聽過無？但是恁敢捌安尼祈禱？今仔就愛開始安尼祈禱，今年都安尼開始祈禱。過年開工的時候，毋是干那放炮爾，咱來拍開咱的心門，甲主講：主，請你來，請你進入我的生命中。關門的禱告呢？逐擺你若拄着傷害，拄着鬱卒，對外面對你工作職場倒來，你感覺帶着滿腹的鬱卒。古倫神父甲伊的會友講：如果你若帶着鬱卒對領導，你會記得你要入領導的門之前愛祈禱。要哪祈禱？伊甲伊教，你的鞋若佇個泥巴頂懸穿鞋垃圾，你要入你的門之前，你會佇你門口迄個啥物腳踏墊露露的下面鞋你要入去之前，無論落雪，無論雨，無論落雨，你要入去之前，穿這大氣。主啊，今仔日無愛將我佇職場頂懸甲人冤家迄個受氣帶入去阮兜，阮兜是一個和平的所在。我無愛將這個情緒帶互我的囡仔，我無愛將這個情緒帶互阮某，我無愛將這個情緒帶互阮翁。哇！古倫神父才有智慧嗎？這是聖經教，這是信仰的。所以古倫神父講，迄個無好的物件毋通互伊帶入去恁兜，這叫做關門啊！我若這邊門關起來，我頭變臉，本來就由頭到面行一倒來，受氣到要死，但是門鎖了了，我入面。兄弟姊妹，毋是假互人笑互看，真正的。兄弟姊妹，願天父上帝幫助你，好無？咱每一個人攏安尼，信仰是會當實行的，信仰是會當活出來。求天父上帝佇今仔日的禮拜，甲咱三個地底，牧師要甲咱講，大齋節第一，就是甲上帝討一個屬靈的勇，
屬靈的空間吶。上帝，我的生命若要脫胎換骨，我需要有一個安靜的空間。用那佇三工佇迄個魚的腹內底，耶穌佇三工佇迄個夢園的內底，主耶穌，互我有一個屬靈的聖殿。這堂教會就是你屬靈的聖殿。兄弟姊妹，不是干那禮拜日來，你隨時要來，你攏會使來。你唔免一定愛牧師按門鈴。兄弟姊妹，咱的教會真正是24小時門攏無關的。啊，我甲人做見證，人攏不以為然。這禮拜我有甲一個南投的教會中級做伙過一個中級的退休會、領袖會。啊，我甲因講，教會是一個24小時門無關的教會。有牧師較有可能，啊，恁是安怎做？我講迄是一個態度啦。教會門嘛是有關，牧師嘛甲因報告，咱的教會真正門嘛是有關。但是咱的側門是一個無鎖匙的門，你隨時攏有當入來。你只要手伸咧，你按一下，你就可以進來。兄弟姊妹，設施你若有拄着，找無人講話，你會當來找上帝講話。你會當家己入來這個禮拜堂，我甲恁分享，頭一條第一位，捌有一個兄弟自殺無死了後，伊走投無路。伊來坐佇遐，後來伊的生命得到逃亡，伊決定無自殺啦。等伊攏慢慢好了，伊來找我講話講，牧師，迄一日我照你的邀請講，恁的教會門永遠24小時無關。啊，我照你所講的，啊，我有一寡心內話無好意思講互你聽，所以我入去教會，我坐佇遐。但是佇暗暗的禮拜堂中間，因為我唔知恁教會開館佇倒，我坐佇遐坐1點鐘，我真正知影有人坐佇我的身軀邊。兄弟姊妹，上帝看袂到，上帝是真的，我真正相信，唔是我有能力互恁這種的困難，但是我相信，我的上帝，你的上帝，伊佇這個所在。兄弟姊妹，唔是干那禮拜日才就找牧師，唔是禮拜日才入來。每一間上帝的教會，攏是你的教會；每一間禮拜堂，攏是你會當自由而然入去，佇遐見到上帝的所在。甚至佇啥物所在？你有食無？兄弟姊妹，你這個所在就是你甲上帝講話的所在。這叫做行動的教會。行動的禮拜堂，兄弟姊妹，無論你去到啥物所在，你若花手祈禱，上帝對你講話。主幫助咱成做一個成熟的基督徒，享受基督的基督徒，唔免一定要找牧師。當然，你要找牧師，牧師感覺足公營，你唔免客氣。佇電話中祈禱嘛會使，你來找牧師祈禱嘛會使。關天的上帝，互你唔免開3000塊、5000塊，車一架客靈車，愛來找牧師祈禱。你看，手佇你的心內，上帝無所不在，上帝無所不能，上帝佇迄個屬靈的聖殿的裡面。大齋節是咧紀念耶穌基督佇曠野40天，大齋節是咧紀念耶穌3天4個月，大齋節是咧講什麼？伊4個月就天。所以你姊妹，這個國外主耶穌有可能佮甲你做伙無？有。伊隨時攏甲咱三腳地地，國外聖神若甲咱三腳地地。保羅講，迄個聖神若踮佇你的內心，你才會當知影上帝的事，你才會當知影上帝佇你人生中間有備所有一切計劃。求天父上帝幫助咱佇今仔日，這兩段短短的聖經所聽的姊妹，這兩段聖經對咱講什麼話？今仔日的聖經以弗所書第4章第21節，伊講：恁若真正聽見伊的話。注意聽哈！你若果恁若個人聽見，個人承受，就要照安尼去生活。有所書第4章21節，兄弟姊妹，恁若個人聽過講道，恁若個人讀着聖經，恁若聽見，恁若領受什麼？保羅講，領受伊的真道，領受伊所有的真理。咱來讀聖經來摕起來用。
咱所讀的聖經就是智慧，就是權能。上帝所講的話無空空，一擺閣一擺，每一禮拜牧師攏咧想講，主啊，我會通為着我的兄弟姊妹來講對一節的聖經讚。逐禮拜日禮拜結束了後，攏是我開始咧想講後禮拜第八甲後禮拜的聖經讚。我攏會問上帝講，上帝後禮拜你愛我對你會驚住我的兄弟姊妹講什麼種的話？牧師無在條知影恁內心的鬱卒，牧師嘛毋知恁佇外面、佇公司佇職場恁所拄着的困難。但是佇安靜的時，檢查牧師有特別互我的聖經讚，無拄逐個人攏講迄個禮拜心同同款的感受。但是若有迄個特別，因為上帝互我的感動來幫助着恁兄弟姊妹，是因為咱的上帝，伊對咱講話。咱佇今仔日的禮拜，兄弟保羅講：聽領受的去做，聽領受的去做。以弗所書第4章1節，伊講：那個人聽，那個人這個字是講，那真正聽見的意思啦。兄弟姊妹，有個人聽袂明白。兄弟姊妹，你有個人聽見嗎？你佇少年的時陣捌聽見上帝甲你講你的將來嗎？兄弟姊妹，願天父上帝，互咱的人生對少年到年老，對一生到落尾，甚至對一生到最後結束。伊講我死，這是另外一個永遠的開始。兄弟姊妹，人毋是死就煞，人等到是人年老了後最重要的功課。第昨昨日下晡我要離開迄個領袖會場的時候，一個少年團契會長甲我問講：牧師，我若去探訪我的年老的兄弟姊妹，我要安怎甲因鼓勵？我甲伊講：這是我拄拄來學的功課，你應該愛甲我教，因為我嘛準備要退休啊。但是咱會使安尼做。因為我有讀一本冊，迄個牧師叫做辛克。伊講佇少年的時陣，上帝有足大的文書，就是講道甲寫著作，所以佇德國出真濟百萬暢銷書。但是忽然到伊一個年紀，伊決定對迄日開始，伊無擱再寫講道片啊。伊講對今仔日開始，我所留的時間要留互我家己，這自私哦。伊講毋是。我要準備有一日，我要見上帝。我要準備好勢，所以我所剩的時間，我要留給我家己甲上帝。在這段時間，我要準備有一日，我要見我的上帝。或者咱在座嘛，不止甲我同款的歲數的，或者咱人生已經那艱難，直直無。到某一個階段，咱應該愛冷靜落來。我所剩的日子，我會當做什麼？留予你，留予上帝，這是一個真智慧的選擇。因為當咱目睭一刻，毋是結束，是天光；當咱目睭一刻，毋是死，是國外的開始。因為耶穌要甲咱講，今仔日你甲我同到樂園，阿們嗎？兄弟姊妹，或者活，或者死，咱陸續耶穌基督。求天父上帝幫咱佇今仔日的禮拜，所以保羅佇這4章1節佫接續，伊講一個真要緊，就是要愛脫去你舊的衫，愛脫去你舊的習慣，愛脫去你舊的性情。保羅真甲我講這種的人的這個人生的態度。伊講我囡仔的時陣講話親像囡仔，性情親像囡仔，態度親像囡仔，恁會記無？記佇什麼所在？哥林多13章。恁攏會記得哥林多13章有一句話叫做“如今長存有信、有望、有愛”，但是恁可能無注意到，第一中間有3段論，一段論在講愛的真諦，一段論在講我少年的時陣、細漢的時陣親像囡仔，但是既然長大成人，就去殺什麼？幼稚的生命。今仔日的題目破繭而出，脫胎換骨，就是這個意思。metamorphosis 這個字。伊真正翻作中文叫做脫胎換骨啦。
兄弟姊妹，咱做基督徒最大的信仰，就是互咱改變，脫胎換骨，交計較變無計較，交受氣變溫柔。但是迄個受氣剛強的勇敢，變做啥？堅持，毋是搞甲人冤家，是佇對的代志永遠不妥協。咱只不過就是將上帝伊創造，該用佇對的所在。願天父上帝幫助咱，佇今仔日禮拜，如果恁若真正聽個領受真理，就要兄弟姊妹，結果比因較重要。願天父上帝賞賜咱兄弟姊妹，照你心所願，上帝給你祝福。特別你講阿們的事，上帝就祝福你。我常常甲上帝，毋是埋怨咯，我會甲上帝講，伊有誒，我嘛要有。你捌聽過牧師講這種見證嗎？咱教會其實足儕這種故事啊。咱的向日葵學院的這個方法對來，對韓國的麥子學校甲恩典教會，咱參觀的時候，咱擱佇迄個音樂廳內底，恁會記恁當時唱對一條歌會記無？有去的兄弟，恁會記迄陣咱唱對一條歌無？感謝主，恁攏一世人會記的。你甲我同款，吼，好當甲上帝討講，伊有誒，我嘛要有啊。咱有無？咱的教會對迄個陣倒來了，咱毋是空倒來。禮拜一到禮拜五是一個學校，禮拜六到禮拜六天是教會。咱的教會有同款無？兄弟姊妹，上帝教會就是上帝教會。咱若是甲講耶穌有誒，我嘛要有。阿們。求天父上帝幫助咱。心是換新稱新的人，照上帝形象。咱的新的形象，生命要有上帝的形象，因為上帝講：我照我的形，照我的像來做你。上帝用伊的形象做咱，佮將伊的活氣，就是伊個聖潔的活氣，分入佇咱的內底。求天父上帝幫助咱，稱什麼？稱義甲聖，公義聖潔，基督徒的外在表現。求天父上帝幫助咱，每一擺讀聖經愛讀落心，每一擺讀聖經愛記起來。兄弟姊妹，求上帝用伊的鏡頭啊，將伊的話寫佇咱的心。今日講毋是寫佇石壁，是寫佇肉的心。肉的心的意思就是有感情的，肉的心是表示有活命的。你甲石頭刻字，石頭袂聽。嘛袂解叫按遐話，石頭無活命，但是上帝的聖神來用伊的手甲咱寫字，有時咱會歹勢，有時咱心會氣場，咱會感覺講，哇，我開始好多。主幫助咱佇今仔日的禮拜，主將伊的話放佇咱的內子，將伊的心，將伊的神，今仔日的結論，以西結書第36章第6節，伊講：我將新的心賜予你，用新的神下佇你的內面，奪去舊的心，賞賜恁活跳跳，有感情，有活命，有感覺。求天父上帝佇今仔日甲咱講兩項事：第一，上帝講：我來是要互你得到豐盛的活命。這句話是耶穌替上帝所講的話。兄弟姊妹，願咱每一個兄弟姊妹，咱攏佇主耶穌基督的手中，咱生命得到改變。拄則牧師甲恁講，這個字叫做 metamorphosis。兄弟姊妹，願天父上帝幫助咱，伊的意思叫做脫胎換骨。兄弟姊妹，為上帝改變，為上帝改變，毋是為着迄個得罪你的人改變，嘛毋是為着你所討厭的人改變。是為着上帝改變，一切的改變攏對家己開始，也因為咱的改變，咱能改變迄個未改變的討厭的環境。願天父上帝幫助咱有脫胎換骨，咱的生命水互上帝看。這個字拄則牧師甲咱講，羅馬書12章第2節，伊講不要效法這世界，要心意更新而變化。變化這個字。就是脫胎換骨這個字 ，metamorphosis。求天父上帝幫助咱，甲耶穌同款，咱佇山上變貌，佇這個世界，咱有新的形象，互這個世界人看到上帝榮耀了，因對心中興旺，
因講因得到教會迄陣人有誒，我嘛要愛有。因為因感覺有這種平安的感覺，有一種平安的氣息，有一種歡笑，有一種開朗，佇這陣人誒面容的頂懸。願主用咱做伊的見證，願主互咱做伊的形象，互咱身邊的人看見上帝的榮光。願天父上帝甲咱舊的人收得去，互咱舊的脾氣、性情咱無知，甲耶穌甲罪咱的罪性內面的罪性，甲耶穌同定立十字架頂懸。第二，我要甲咱講，你通求討一項，主賞賜我一個聖殿，互我日時暝時攏通隨時敬拜你。賞賜我一個禮拜堂，賞賜我厝內有一個房間，賞賜我心這個聖神的上帝國的所在。日時暝時隨時我攏當甲上帝講話。就是你的心，願天父上帝賞賜你一個屬靈的聖殿，愛掃我清氣，屬靈的聖殿愛掃我清氣，因為上帝是聖潔的，人非聖潔不能見主面，這是聖經所講的話。人若無清氣的心，就無法度明白上帝的話；人若無清氣的心，就無法度看到榮耀的上帝。求天父上帝幫助咱，互你的家庭，互你的心內。將做屬靈的湯包，不是湯包，是屬靈的聖殿。用阮牧師用這個湯包來形容上帝的聖殿，提醒咱通佇上帝的聖殿死擱活，咱通佇上帝的面前脫胎換骨，話咱佇伊的面前，上帝賞賜一個滿滿的主權。耶穌講：人若無聽頭生，就袂通入天國。你會記得？尼哥底母甲耶穌因啥物話？老啊，我敢有可能去對我媽媽的腹肚內嗎？你會記迄句話無？人世間人有啥物人會當去定心對甲媽媽的腹內？耶穌所講的定頭生，毋是對你的媽媽的腹內，就是進入聖神的聖殿，進入上帝的主宮。願天父上帝佇今仔日賞賜咱每一個人，互咱看見上帝的榮耀。人若無定頭生，兄弟姊妹做基督徒若無改變，信仰是假。聽道理若無活出來的道理，信是死的，是空的。主幫助咱，互咱進入上帝聖經的內底，互咱進入上帝聖經。那這不要拒絕，不要懷疑，不要覺得不可能。你甲上帝講，主我知影，你咧對我講話。我知影你要加添我困難，主我知影，你要討幫我，要互我展翅上騰，互我脫胎換骨，你相信嗎？咱來祈禱。主我相信你的話攏是應允，主我相信你今日對我講的話無空空，主我相信，各位主耶穌今日猶閣佇我的身邊。各位主耶穌來到我的家庭兄弟姊妹，因的生命中進入因的厝內，進入因的行行順順，住佇因的家庭內底，世事腦中學得正做未來事。主耶穌，你出手，你還手佇因的頂面，給因祝福。你賞賜因安靜的聖神、屬靈的聖殿，就親像迄個湯包，互阮會當佇迄個所在安靜來領受新的生命。直到有一日，阮勇壯，阮就要。用水的榮耀換命來做你的見證，這是阮心所願，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安尼祈禱，阿門。